有好多人都話咧，我一個湊兩個好心就搬出市區啦，小朋友可以自己出入，我又唔使管接管送，咁咪幾好咯。話今日咧有新盤咧推介我去睇下，等我睇下就唔就腳先嚇。就呢度，唔係啩？嗱，啱啱我睇完樓啦，好明顯呢度 sell 方便嚇。話晒香港人本身咧就係都市人嚟㗎，越住得近市區咧，將來啲細路咧就會越黐家，搬出去嘅機會都細啲啦。不過講到尾，係因為我好怕我將來做獨居老人啫。